弟兄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今仔日，咱这个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的主日，奉献主日，所以要邀请咱为着这个大众传播中心来奉献。大众传播中心上一开始，伊的宗旨，我想咱中间检测有的人知影，有的人毋知影。就是过去长老教会捌成立一个电视台，叫做新眼光电视台，是对这个中心其实就是咧支持这项事工。不过后来伫经营顶头拄着真侪的困难甲问题。阮今仔日伫咧开会参详的时阵，因为我嘛受传派入去这个大众中心在大众传播中心内底担任因中间的董事。阮咧开会时间在咧讲，加载迄时阵就将这个电视台，因为迄个想法是传统的电视台，总是传统的电视台，其实到今仔日的这个世代，其实是爱了搁较大的钱。所以上后来就转做今仔日。所以今仔日的这个事工是转做用今仔日的世代的方式，毋茫用无共款的影片加影音的方式，放伫网络顶头来影响这个世代。所以真侪咱等下会当看到迄个影片，就知影讲大众传播中心在做啥。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伫无共款的世代内底会晓转换无共款的思维。我嘛要坦白大家讲，这个中心目前佫欠账面上佫欠1亿外吼。这个中心佫咧负责啦吼。总是要紧的，毋是负责，要紧的是咱知影这个事工伫无共款的世代会要紧。愿上帝帮咱扶持，互咱真正会当得到在逐世代内底，拢通得到，毋茫用无共款的方式，互人真正听见福音。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圣事带领，互阮做伙组织来听见你要阮所讲的话语。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旧历的3月，伫台湾民间拢称作小妈祖的季节。咱知影是安怎？旧历的3月就是妈祖生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妈祖的生日，随上就是伫这两天，吼。所以应该是这两天，大甲妈要对台中出发白沙妈要转去到苗栗啦吼。2026年苗栗的白沙屯妈祖迄个进香，迄个游行进香西境的活动报名的人数达到46万人，比旧年33万人尔，所以比旧年是搁加13万。对4月12号到20号，就是到明仔载，因明仔载会转移到迄个白沙屯。这个活动已经进行差不多有200天，遐尼久长，然后伊的来回差不多400公里。当然白沙屯的这个妈祖上特别啦吼，是台湾西境上特别的。妈祖因为伊无固定的路径啊，伊无固定的路，所以是上特别的这条路。台湾的汉人信妈祖，因为妈祖对古早人对当时到现在嘛是同款咯，是互人看做是海神，掌管海面海神啦吼。是安怎？当时就是因为上一开始，长山过乌水沟来到台湾，互
台湾的汉人会当平安度过当时真危险的乌水沟，今仔日叫做台湾海峡。这就是妈祖信仰伫台湾民间真盛行，就是真多咱会当世界拢看到妈祖庙的原因。总是其实妈祖伫台湾的民间信仰内底，其实佫有另外一个稳重的意义，因为当郑成功将荷兰人赶走了后，伊一开始去到安平，就将荷兰人所起的教堂改做妈祖庙，听有意思无？所以郑成功是信妈祖，郑成功是信妈祖吼，所以伊将荷兰人所起的教堂，当时起的教堂就改做妈祖庙。后来清朝施琅平定，将郑成功来平定了后，伊就将府城宁静王府改做妈祖庙，同款嘛改做妈祖庙。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郑成功互人看做叛徒的，嘛是信妈祖；施琅来清朝嘛信妈祖。就是现在伫府城的大天后宫，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台湾真侪政治人物后来选调了后，会去到妈祖庙担任主祭，这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因为信妈祖叫做统治者的信仰。这叫做妈祖伫台湾，这个信仰伫台湾民间信仰内底真特别的所在，因为伊是统治者的信仰，所以伊一开始就政治稳重的意涵。总是对基督徒来讲的，对咱来讲的，对基督徒来讲，看到妈祖信仰伫台湾民间遮尼惊人的动员力量，咱无应该只是徛远远讲啊，迄个假神尔，不只是安尼，咱应该看见的是现在台湾人的内心是偌哩渴望会当得到平安甲救赎，咱应该要看到这项。就亲像40年前郑国忠牧师伫伊的论文内底所写的，40年前后，伊毕业的论文所写的，伊讲台湾的宗教形成非常复杂、混合性的宗教，用求平安福气做出发点，只求个人利益做目的。妈祖的信仰袂捌引带台湾人民共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自主的理想社会，颠倒因为政治的利益，互妈祖渐渐成做政治顶头运用的工具，失去原本纯真的信仰。总是不管安怎，这常时其实台湾人的信仰，也是咱人的心，常时也帮助咱好好来想看卖仔，咱所信的上帝是啥物人？伊要甲咱起着啥物款的关系？上主的百姓所要起着的家园，咱所期待的救赎，咱应该爱呈现的款式，佫是啥物货？随上今仔日的经节内底，会搁较互咱一个较深的答案，互咱慢慢来想，咱所信仰的这位上帝是啥物款的款式？当摩西奉上主差遣去面对法老，却直接互伊拒绝，直接互伊拒绝无要紧，颠倒互以色列人搁较痛苦，所以
到达摩西所拍拼的亲像，拢互人否定，安尼要安怎？所以出来记第5章22、29、23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倒去上帝遐讲：主啊，你是安怎派款待这个民族？是安怎派我对我第一摆去见埃及王，奉你的名对伊讲话开始，伊就压迫这个民族，你一丝啊！拢无救你的子民，啊，真趣味吼！这台湾翻译新的翻译吼，一丝啊，一丝啊拢无，你一点仔拢无救援啦。简单来讲是安尼。现在甲咧提醒咱，摩西上好的表现，就是当伊失败的时阵，佫会当转来到上帝面前。我相信在场无人爱拄着失败，事实上爱咱去面对失败，更加毋是简单的代志。所以要紧的是爱倒转来，咱开始出发的所在，即种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摩西就倒转去伊出发的所在，就是倒转去上帝的面前。这种转来到上帝的面前，需要有无惊失败的心志，同时阁有迄种渴望要改变的期待。咱会当对摩西的这个行动看出摩西的心态慢慢成熟，因为当伊第一摆失败时阵，伊选择逃走。我都走就好啊，遐个代志甲我拢无关系啊。我就走远远就好啊，对无？但毋是咧。即便伊依然是走，总是走转来到上帝的面前。出来记第6章第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上主对摩西讲：当你会看到我安怎对付埃及王，我要用大溃烂的手。逼伊放我的子民出去，甲因赶离开伊的地。原文直接翻译是讲：现在你就要看见，我要法老所做。有神学家认为，这段话就是出来记要紧、关键转变的迄个上要紧的锁匙。因为上帝宣告现在就要改变，你要看见，所以是看见哦，你要看见。法老唔单会互以色列人出去，甚至会设法爱因离开，逼因出去。这真特别的宣告。对18世纪开始，经文的间别合。或是称作经文教勘学开始发展。咱来知影圣经是安怎，圣经经文是安怎爱鉴别，因为伫印刷术发明进前，所有的册拢人所抄的，人用手抄的，得一本一本安尼抄落来。所以满图壁面会产生人咧抄的时阵会安怎看漏去。人咧抄的时阵会重复，人咧抄的时阵会抄毋着字，或是会修改，才会差别。所以，这个学问是透过研究古代手抄本，检验无同款的抄本，详细评估，并且恢复上接近原稿来读的研究。19世纪，威尔豪森这位神学家的结合历代古约鉴别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一个理论叫做低分理论
换一句话来讲，咱今仔所读的经文内底，拢有一寡来源，然后这个理论影响到今仔日。近代的学者针对这个理论有真侪讨论、修正了后，认为这是文献，就是咱今仔所讲的批典，是四种文学来源上晚出现，约略是公元前6世纪来完成。总是这是文献对摩西五经的影响上大。随上，咱刷落去所读到的出埃及记第6章第20开始到第7章13节，就神学家的研究，就是出对这是文献，也详实是出埃及记内底新三段这是文献内底真要紧的记录。所以出埃及记第6章第2节，咱通讲是出对无共款的来源开始的。咱来读出埃及记第6章第2节，做伙来读来。上帝佮对摩西讲：“我是上主。”神学家指出，这是当时王要出场的时阵时常讲的话。当法老拒绝摩西所讲的要求，伊搁答挑战问讲：“啊，上主是啥物人？”伊毋是提问哦，伊是挑战哦。上主是啥物人？法老的话显示伊决定啊，上主是啥物人的意思咧？啊，上主迄个神态当，迄是啥物人？迄他会当命令我。后壁的意思是安尼哦。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法老的话显示伊决定对上主来宣战。神学家是安尼讲：“我是上主。”这句话会当讲是抗所有的重量。上帝要向伊的子民宣布的每一项代志，拢是这条上基本的声明的扩充甲延续。假使咱若转来到上帝第一遍互伊的名的迄个场面，伊伫旷野内底对摩西安尼讲，伊讲：“你爱对以色列人讲，迄个我是找我来恁遮。”迄个我是换一句话来讲，我讲迄个亚伟这字翻译起来，迄无算是上帝咧回答摩西的话。翻译起来叫做“我是就是我是”，简单上简单的翻译是安尼啊吼。当然因为伊有无共款时态，所以嘛会当翻译做自有应有。因为是无共款的时态，所以是翻译做自有应有。总是这字都真特别啦，都真侪人咧翻译啊，到底这是安那翻译较好势？所以，上帝第一遍摩西讲伊的名的时阵，并无讲尽这个名真正的意思，因为这位称家己我是的上帝的名，检采就是要引起人好奇，问伊讲：啊，你讲你是，啊无你是啥物人？你讲你是嘛吼？啊，无你是啥物人？要引人好奇来问伊啦。当人若愿意开始甲这位上帝对话，然后刷落去来认捌伊，上尾来承认伊，你是我的主的时，迄检采就是伊甲咱起做关系时，相时共款。假使咱若否定伊，甚至轻视伊讲啊无上主，你是啥物人？这是要来命令我。咱有迄种要甲伊宣战的姿势，那安尼即位宣告我是的上帝，嘛自然会互人认捌伊是啥物人。
所以不管咱怎，当咱拄着上帝的时阵，咱甲伊产生关系，咱开始甲伊对话的时阵，就会开始产生这个代志。所以，上帝说的是安尼讲。出来记记第6章第3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是全能的上帝，捌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毋过我毋捌互因知我的名是上主。这是圣经内底全能的上帝，是圣经内底上帝互人的第一个名。所以这个名真特别，叫做 El Shaddai， 翻译做全能的上帝，是受70书译本的影响。实际上，圣经有另外一个所在来解说这山神，总是真正意思，其实到今仔日阁无真清楚。不过伫创世纪内底。这是迄个也未有互的，总是已经年老的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的时出现的名。这像是全能的上帝，嘛是雅各派伊的这个囝要进入迄个前途渺渺的埃及进程，为因祈祷。的时讲将因交伫全能上主的手中，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人咧祈求全能的上帝，也是认捌这位全能的上帝的时阵，是伫迄个祈祷中，是当伊的子民伫上无助、毋知影要安怎的时，讲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能力的时，这就是上帝百姓过去怎样认捌这位上帝真要紧的内容。出来记记第6章第4节到第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捌甲因立约，应允要将因寄居的迦南地赏赐予因。我嘛有听到以色列人伫埃及做苦工所发出海惨的声，就会记得我甲因祖先所立的约。第4节原文应该翻译做，就是因寄居其中寄居的地属予因。所以原文其实是有2个寄居。也是架卡，原文2遍提起架卡，真明显就是要提醒上帝百姓，恁只不过是架卡的人啊！恁若有土地，就是产业，会记住这拢是上帝的恩典，才会当互恁享受住伫顶头的快乐。总是伊会记住伊的约，因为伊是信实的约，所以伊应允过就会记得。这就是伊讲的。再来记记第6章第6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所以你着甲以色列人讲，我是上主，我要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互恁毋免搁做因的奴隶，我搁要出手严严刑罚因来救赎恁。咱有读到，咱搁一遍读到，上帝讲伊是上主这项代志对吧？我是上主这项代志。咱来知影伫埃及的文献内底，时常出现咧法老埃及王真勇真强的手骨。所以，伫遮颠倒变要对比的是，伫遮是咧宣告上帝迄个大能力的手骨要赢过强过法老，伊要伸出大权能的手，
将这群受压迫的子民对法老手中来赎回。救赎吼，迄个是赎回的意思。咱来知影，伫旧约内底，赎回是啥物意思？救赎，我要救赎赎你对无？我甲你爱有关系，听有意思吼？我爱甲你有关系，然后爱搁准备赎价钱，所以上帝刷落去。才会安尼讲，出来记记第6章第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要接纳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恁的上帝，我救恁脱离埃及人的压迫的时，恁会认捌我是上主，恁的上帝。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会记起伊甲因祖先立约的时所有的应允。虽然这个时阵，这群人阁是落泪，因阁咧啼哭悲哀，甚至因阁毋捌这位上帝，总是上帝的主动认因做伊的子民。爱有这种关系，伊才有法度赎回因。听有意思啊吼？这是旧约内底的观念。爱有关系，我爱甲你有关系，才会当得到赎回。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要对因讲，伊已经准备好一切，要用近亲的关系来赎回因。出来记记第6章第8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所立誓应允要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迄块地，我要带恁入去，将迄块地赏赐恁做产业。我是上主。现在甲对文学结构来看，规段话拢用“我是上主”来做一开始。从以及上尾的宣告，所以我是上主，就是上帝要对伊遐属伊的百姓讲，过去伊会记起伊所立的约，现在虽然你亲像互人放杀、受尽压迫、折磨，甚至只会当暗情。啼哭悲哀，总是伊拢听见，拢知影。将来，咱来知影，这段话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迄是古早人咧举手誓约，毋是即摆尔吼。举手誓约是古早人的，所以伊是用原文是用字字举手誓约的方式讲。我一定要带恁去到应允的所在，这要真做恁的产业。伫出埃及内底，伫出埃及的过程内底，恁就会知我是上主。所以上帝伫咱有可能也毋捌的伊的时，伊就会引带伫咱所有的过程内底。伊拢要甲咱做伙伫地。现在甲认为上帝再三，咱来知影伫这段经文内底是3遍再三出现“我是上主”，是等于伊勘印，实是现在咱讲签字啊，咱若去迄个买物件，录迄个信用卡拢爱签名做证。换一句话来讲，这个代志一定会伫伊大能的手骨内底来成就。出埃及记第6章第9节，线来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摩西将这个话甲以色列人讲，毋过因为做苦工实际听袂入去。我相信这时以色列人甲咱大部分的人共款。啊，远信你一遍，啊，颠倒拄着搁较大的压迫，
啊，你搁甲阮讲，你搁一遍咧甲阮讲列祖上帝应允要来救阮，这套有可能啊！我靠，有可能搁信你啊！摩西原本掠做上帝宣告，要为以色列百姓带来福音，总是代志改成毋是戆人所想象的。颠倒互这个情势搁较歹，因为安尼就是上帝讲：“我是上主，你要看见，我要用大溃烂的手骨赎回顶。”伊搁一遍来呼召摩西的时阵，总是得到摩西是安尼来应答。出来记第6章1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以色列人都毋听我，埃及王哪会听我这个含慢讲话的人？所以换一句话来讲，摩西继续用这个借口来拒绝上帝，然后这整个故事就先停伫这段对话内底。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时的摩西甲迄群以色列人同款，看起来是上失志的事。因为已经照上帝的话去宣告啊，总是代志无改变嘛，颠倒更较歹。总是上帝，他会一直咧呼召摩西咧，是安怎？我想咱嘛会当来问咱家己啊。上帝他会一直咧呼召我，虽然我拄着遮尔大的困难，是安怎？上帝要呼召我呢？上帝定心讲，伊对以色列人的应允，对开始中到上尾拢心中对因讲：“我是上主。”总是以色列人听袂落，因为残忍的奴隶生活甲破碎因内底，将因的内底所有的灵拢破碎了，已经将因只有的相信拍歹了。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其实这有当时啊，确实是上帝子民信仰的路。因为刷落去，以色列人伫这条路上，因不只是即时开始哦吼，伫这条路上会继续搁悬搁低，时时对上帝甲摩西充满疑问。所以，假使咱若要成做上帝子民，其实只有一步尔，就是学亲像摩西同款，不断转来到上帝面前。咱要靠热也好，台湾话讲靠热啦吼。咱要靠热也好，咱要埋怨也好，这才是上帝子民持续行伫这条信仰的路、信心的路的原因。不好那这位牧师出名的牧师咧讲一项代志，伊讲。福音伫真做好消息进前是歹消息，因为伊宣告人是一个罪人，人的心思是邪恶。当人行遐，然后看上行的时，伊会看见家己至少有8分是软者、欺骗、骗子、垃圾鬼，真特别哦吼！伊安尼形容。这是悲剧。总是福音上时啊宣告，伊不管偌垃圾，拢是受疼的，得到赦免的，并且互人看做是宝贝。虽然伊流血，总是嘛有人为伊流血，这是喜剧。假使这个垃圾鬼就是伫家己的罪内底得到疼，受到赦免，总是伊的罪甲垃圾鬼的本质甲标志，也拄拄就会不断拒绝这份疼甲赦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布荷纳牧师点出一个事实：
福音这个好消息来时，是咱知影会有奇妙的代志临到。这也是遐个走去软脚骹，咱爱知影，咱都有看过电视看到迄个景象，迄个真侪人走去软脚骹，你知影软脚骹是啥物意思？软脚骹是因用全身躯的人去敬拜这个神，求讨这个神。我毋知影咱即两天会当看新闻，因为上时刷落大家嘛要起价，所以咱也会当看即种宗教现象。我袂轻看这软脚骹的人，因为这拢是因伫祈祷，用咱的讲法叫做祈祷。因咧祈求一个救赎，这上简单的，因咧祈求一个救赎，所以我会对这种现象，我感觉是一种毋通去笑人安怎，常时爱有敬畏的心，总是真特别的，是因祈求的对象，安尼尔。遐软脚骹的人，其实所期待拯救甲改变，总是真歹势。假使若无看见家己的败坏甲罪性，这个奇妙的代志袂临到啊！就亲像撒该咧爬树进前，拢互人看做是歹人，落树了，爬落树了变圣徒。保罗出发进前是拍手呢。伊是专门咧迫害人的拍手呢，结果回来的时阵，甘愿为基督做戆人。所以对这位自称是我是的上帝，无可能的代志，绝对毋是无可能的代志。总是爱要紧的是，咱到看见家己迄个败坏垃圾鬼的本质。只要咱愿意信伊，所以愿咱所得到的救赎，不只是一时，是永远的真理。因为伊要对咱讲，我是上主，我要救恁，我将恁当作我的子民，我嘛要做恁的上帝。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因为阮知影，阮伫生命中拄着你，是阮上大的幸福。求上帝帮助阮，互阮更较知影，阮若无看见家己的本质，阮迄种垃圾鬼的本质，阮实在无法度得到真正的救赎。求上帝帮助阮，医治阮。赦免阮，阮知你必然会将阮当作你的宝贝。求上帝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